究竟刮痧係咪一定要出痧呢？Hello，我係 Bobo 啊，今日係刮痧篇。刮痧係咪一定要出痧呢？出痧又代表係啲乜嘢呢？今日 Bobo 就同大家一探到底。其實刮痧唔一定要出痧噶，刮痧係一種中醫療法，採用刮痧嘅器具同埋相應嘅手法，利用一定嘅介質，通過喺皮膚表面反覆刮動，使皮下毛細血管破裂，促進血液循環，加快體內毒素以及廢物嘅排出。以下文字係 Bobo 幫大家準備嘅刮痧方法。注意啦，每個人嘅體質係唔同噶。如果體內嘅寒氣同濕氣比較少，一般其實都好難刮出痧。刮痧嘅力度要適當，如果強求要出痧，可能會導致損傷皮膚噶，引出出血，產生疼痛嘅感覺。同埋，我哋應該要避免喺身體過度飢餓、疲勞，又或者食完飯之後，或者皮膚有傷口、炎症、月經期間嘅女性、孕婦、白血病患者、血小板減少、慢性疾病患者等，我哋都需要去避免刮痧噶。嗱，Bobo 幫你準備咗除咗刮痧之外，可以通過其他方式排走毒素嘅方法。多啲飲水，通過排尿將體內嘅毒素排出。調整飲食，增加高纖維嘅食物攝取，減少加工食品及糖分攝取，有助於改善整體排泄嘅狀況。規律嘅運動，增強心肺功能及血液循環系統效率，促進體內廢物排出。淋巴排毒按摩，刺激淋巴液流動，協助移除體內積累嘅廢物同液體積聚。保持充足嘅睡眠，利於促進機體嘅修復同排毒嘅過程。我哋可以根據個人嘅情況選擇合適嘅方式，並注意保持良好嘅生活習慣啦。最後，Bobo 想話俾你知答案，其實刮痧係唔一定要出痧噶，我哋唔好夾硬為咗出痧而出痧，咁樣係會引致皮膚出血，產生疼痛嘅感覺噶。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